当今社会随着全球气候变迁、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环保意识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可持续生活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我们每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动实践的责任。如何在生活中实现可持续的方式，是许多人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不仅关乎个人习惯的改变，更是对地球资源的珍视以及对未来子孙的负责。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从多个层面探讨如何通过具体的行动来实践可持续生活，并逐步建立起真正的环保意识。1、衣食住行中的环保选择。可持续生活最基本的开始往往源于衣食住行这4个方面，这是每个人每天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最容易通过小改变产生大影响的领域。1、选择环保时尚。快时尚产业对环境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根据统计，服装业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总量的10%，同时也造成大量的废水和废料。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选择环保时尚是一个有效的环保行动。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选择耐用的衣物，减少购买廉价但寿命短的衣物，转而购买高质量、耐用的产品。这不仅能减少对资源的浪费，也能减少衣物被丢弃进入垃圾填埋场。购买二手衣物，通过购买二手衣物来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服装生产所带来的环境负担。支持可持续品牌，选择那些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有机材料、减少化学染料和排放的品牌，这些品牌致力于减少对环境的破坏。20、提倡低碳饮食。饮食习惯也是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肉类生产和消费对地球的碳排放影响巨大。据统计，全球肉类行业的碳排放约占全球总排放的18%。因此，倡导低碳饮食习惯对于环保来说至关重要。减少肉类消费，适度降低肉类，尤其是牛肉的摄入量，因为牛肉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极高。可以考虑更多食用豆类、蔬菜和其他植物性蛋白质，以替代部分肉类。支持本地食物，购买本地生产的食物可以减少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此外，本地食物通常更新鲜，且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能源较少。减少食物浪费，食物浪费不仅浪费了资源，还会加剧垃圾填埋场中的甲烷排放。定期检查冰箱内的食物，按需购物，合理规划膳食，可以有效减少食物浪费。3、注节能减排的家庭环境。在家庭生活中，节能减排是实现可持续生活的关键。现代生活中，家用电器、照明和供暖系统消耗了大量能源，因此在家居环境中推动节能行动，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使用节能电器，选择节能标准较高的电器，如节能灯泡、节能洗衣机、冰箱等，这些产品能在日常使用中有效减少能源消耗。节约用水，水资源同样是有限的，通过安装节水龙头、定期检查漏水情况、合理使用水资源，都可以减少对水资源的浪费。使用再生能源，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使用太阳能板或风能等再生能源供应家庭用电，这不仅能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还能减少碳排放。4行低碳出行。交通运输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全球交通排放约占总碳排放的14%。因此，在日常出行中选择低碳交通方式是一个有效的环保措施。步行或骑自行车，短途出行时尽量步行或骑自行车，这不仅能减少碳排放，还有助于身体健康。使用公共交通，对于长途出行，公共交通如地铁、火车等相较于私家车更为环保，因为它们每人次的碳排放量较低。
选择电动汽车，如果有必要使用私家车，选择电动汽车或混合动力车可以有效降低出行过程中的碳排放。2、零浪费生活的实践。零浪费生活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生活方式，但它也是实现可持续生活的有效途径之一。所谓零浪费，即尽量避免制造垃圾，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和其他难以降解的物质。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一些小小的改变，我们可以有效减少浪费。1、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如塑料袋、塑料餐具、吸管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替代品包括携带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和水瓶。在外出用餐时，随身携带可重复使用的餐具和吸管。购物时，选择无包装或少包装的产品。2、进行垃圾分类和回收。有效的垃圾分类可以使资源得到再利用，减少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垃圾量。常见的垃圾分类包括回收纸张、塑料、金属和玻璃。有机垃圾可以用来制作堆肥，供植物生长使用。电子垃圾如电池、手机等应送至专业回收站进行处理。3、自制生活用品。自制一些常用的生活用品如清洁剂、洗涤剂等，不仅可以避免使用含有害化学物质的商业产品，还可以减少塑料包装的使用。常见的自制产品包括使用小苏打和醋制作简单的清洁剂，用椰子油等天然材料制作自制肥皂和洗涤剂。3、可持续生活中的心理转变。可持续生活不仅仅是外在行为的改变，它还涉及到一种心态上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环保行为的内化，更是对消费主义和资源浪费的反思。一、简约主义生活方式。简约主义提倡减少不必要的物品拥有，这与可持续生活的理念相符。过度消费是资源浪费的主要原因之一。简约主义主张回归生活的本质，只购买和拥有真正需要的物品。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减少对物质的依赖，转而追求精神上的满足。2、珍惜资源的心态。可持续生活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资源，并学会珍惜它们。这不仅包括食物和水，还包括电力、燃料、衣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当我们学会珍惜资源时，我们会更谨慎地使用它们，从而减少浪费。3、持续学习和分享。可持续生活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改进的过程。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新兴的环保技术和生活方式不断涌现。保持学习的心态，并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参与到可持续生活的实践中来。4、社会层面的推动力。个人的行为固然重要，但可持续生活的推动还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推动环保意识和实践可持续生活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以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和政策推动可持续发展。这包括推行更严格的环保标准，激励企业采用可持续生产模式，以及为市民提供节能补贴等。政府还可以通过推广可持续城市设计，鼓励公众使用公共交通、绿色能源等方式来实践可持续生活。2、企业的责任与创新。企业作为资源消耗的主要参与者，承担着巨大的环保责任。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开始改进生产流程，减少排放和废物，推动绿色技术的应用。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开发和推广可持续产品，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和行为。3、社区的环保活动。在社区层面，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往往是环保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这些组织可以组织社区活动，如植树、清洁公共空间、推动垃圾分类等，让更多人参与到可持续生活的实践中来。此外，社区中的环保教育活动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培养下一代的可持续生活理念。结语：可持续生活并非遥不可及，它是一种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开始的改变。每个人的行为和选择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从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到减少塑料消费，这些小小的改变都能积少成多。随着环保意识的普及，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和谐的地球环境，让未来的世代得以持续生存和繁荣。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可持续生活，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